表示好。好，请坐下。喂，真灵、不真灵各位讲坛书，各位真灵大家大家午安。老师午安。今日早安了差不多啦今日真欢喜就有这个机会，请大家共同学习这个点。首先感谢上天讲的气温、做事的丰富、师尊师母的提点，真系我大医生。真灵，讲咱属于各位珍贵者安排切话，做做小学，都有再次的机会，而且大家共同学习，共同的研究。当然啦咱嘛是爱感谢王家坛师，为这个课程、这个班次的付出啦。各位真能可能唔知影我这个研究班其实已经进行超过5年以上啦扣除疫情期间，其实今年拢算第7年。非常的一个代志，咱做5年以上，不见算是非常不简单。所以就非常感谢王家坛师的指导，但是就跟他这些心得来分享。今日要甲大家共同分享的是《礼经》第31章。第30章开始前已经有讲到甲正经有淡薄仔关系师之所至荆棘深渊大兵之后必有凶年。这淡薄讲这个正经的可怕，因为伫古书迄个时代，春秋战国这个时代，国家对上开始周朝分封，各诸侯朝到1800外小国，慢慢安尼。小国战争不断的合并，不断的安尼不断的浓缩，最后所谓的春秋5霸，战国7雄，所以这个时代战争是非常济啦。所以咱即摆来研读这种，包括像这种，爱看这个，咱若是要讲劝君王卖正经，咱用智慧回来讲，因为这是非常无好讲的代志啦。有阵时要讲道要论理。这无遐困难，因为老师本来就大地负业嘛。但是你甲君王讲卖正经，这个较无简单啦。所以咱会感觉讲这两种的用字遣词全较无共。有啊是认为啦，你嘛是要甲君王进谏讲卖正经的后果安怎？所以可能用字遣词较无共。所以咱来读这种，有人讲妨碍怪怪，其实无遐尼奇怪啦，因为不得已嘛，这两种讲是不得已，不得已。爱讲这个话，这种用字遣词不得已，爱用这款来口气，所以即摆咱就来开始来研究，先把这个背景先来建构起来。即甲咱进前读，就咧讲一直讲都深的道理，较无共受过。其实这种咱看文字上咱真好理解，但是等到咱要甲切入笔刀，切入笔点，真的无遐简单。所以这种讲起来是真好理解，但是嘛真无好甲伊深入啦。以下的时间，甚至有透过一寡大学者来讲这两种，伊拢讲袂超过20分呢，甚至有5分钟就下台了。伊会感觉讲这种，伊会感觉就没什么，就讲个战争而已啦。所以咱这种就要有点半钟来一个研究，所以咱来试看卖啊以下是本文的部分咱先来读一个。这种养就是田鸡的意思，这是和上方的主解，言5章，咱先来读诵一遍夫家兵者，不祥之气，不服放肆，有德者不处，文主义者贵者，用兵则贵忧，兵者不祥之气，非君主之气，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行而不利，行而不利，以利己者，是乐杀人，因熬杀人，无乐杀人者，无熬杀人者，即不可以得之乎天下矣。亦不可以得之于天下矣。结书上者，一书上者，行书上右，良书上右，偏将本其者，偏将本其者，上将本其右，上将本其右，言以丧礼处置，言以丧礼处置，杀人之状，杀人之状，以哀乞之，以悲哀乞之，正神以丧礼处置。正行以丧礼处置。这种其实，这经81种，咱讲若讲过共款的话，咱会当去借用别种来查询。这种单独讲话是国际性的啦，就是讲这张独一无二的啦。所以咱这种，咱讲是一个独立的章节，用这种来改这种啊，咱无法度搁别种来改。所以咱要研究这种就较构改分成几个部分。其实这种。那伊改解释了，所以就话改分这几个部分，咱去来研究看卖遐。咱改内文解析。开始讲到兵者不祥之气，忧者者不处，这个是我改列为第一个章节。开始讲到兵者不祥之气，讲两遍嘛。搁讲到文字记者，伊就为做遐要来切断，其实一段是有人改，讲会当变切断来改掉。就要先来，教你来分，来兵非温不得已用，这是等下咱要研究的顺序上大概一个印象。行不利，乐杀偏来去。兵将用性爱铁处伤，后尾甲左右那个解释一个，但是没有列在这边，所以以下咱。90分钟的时间就是在研究这这四个大段落。好，咱即摆开始来看第一段的部分，兵不祥，忧得者不处的这个部分。开始讲到，后安若有线的部分就是本文啦，安若无线就是后合的心得。开始讲到夫家兵者不祥之气，即讲到的兵。以外上来讲，当然嘛是士兵、军队、战争，这是绝对无问题。但是咱要研究经济，一定要甲外上纠转来自身。咱外倒会着，像咱即马台湾无战争的时阵，就用袂着嘛。即马北国有战争啊，咱倒手北国会当用即种嘛。所以其实毋是安尼。咱若看到全部的理外上无的纠转咱内底，因为咱的自身就是一个小天下。咱有自身嘛有咱的兵，这咱来去理解。所以讲到这个兵，外上的兵爱了解，咱就会知兵其实嘛爱了解。咱就会知啥物互咱造成不祥，就是咱就知兵。所以其实咱会当开始理解着，兵咱就会知物件互咱不祥的，可能就是咱讲的人性的弱点嘛。人性的弱点，人性上大弱点就是情绪，就是贪心心。这个部分拢会造成互咱的不祥，一开始咱先对这个战争的部分来讲起，因为大家看会到啊。如果若看到战争的残酷，佮无法度觉醒，这讲就是来真无应该啊。从古至今有偌济战争，就算咱袂晓讲，有多侪人会晓讲啊？多侪大诗人，李白、杜甫，啥物款的大诗人，伊拢做好写，咱毋通讲这。李白、杜甫，因为唐朝盛世，尤其是李白，咱讲李白多浪漫。其实李白写圣经的诗写偌济呢，描述较刻骨铭心呢，拢是非常水嘛，非常赞同的词句。有以下就有因的诗句，咱来看一下。战争的残酷是安怎？咱知影兵的残酷，咱家己撇面啦。虽然讲战争的因素真侪，毋是因为一个人的关系。但是反过来，若是每一个人拢感觉家己有关系，家己拢有责任，渐渐地把这个暴力之心慢慢来降低。所以其实每一个人拢有责任。所以咱来
你理解兵的残酷，兵的不朽，咱每个人都有责任。先来看这个，儒道皆反战争啊，好讲在背景嘛，拢做的背景，再讲来开始来讲一寡事故啦，儒道皆反战争，要先简单该铺陈一下背景。像今仔日头前讲了30种、31种，等即摆是31种，啊，佫有，这是68种呢。善为士者，不务善德者，不务不义善为师就是修持好的修行人，修行人嘛是袂凊彩摕出武器，甲这兵共款啊，兵就是一种武器嘛，加兵甲武器训练敢愈好，兵不一定是人，是咱即摆讲武器嘛是兵啊，嘛不一定爱有形的啊，咱的才华，还是讲咱的气势，这种是咱的兵还是这个武咱修行人是无凊彩摕出来，咱有这个武器，咱有这个背景，毋通凊彩摕出来。头前讲着恬淡为上，伊是每一种拢有想法啦，即种的其中一个想法就是恬淡为上。兵遮尔的艰苦，咱要有啥物想法来修持？无可能安尼放任伊安尼去过去嘛。恬淡为上爱修的，所以善为师者，不务恬淡，肯定咱的心中莫凊彩动武，莫凊彩想要靠势家己活救。善性德者不武，就是讲我一定是常胜军啊！我甲你比，一定是我赢的。毋管任何的场所，我出来甲某一人竞争啊，一定赢的。当人一定赢的时阵，袂当凊彩人赢的。老祖是安尼甲人讲，不要轻易甲人交锋，就算你赢嘛是同款，因为你赢，对方就是会输啦。不要赶尽杀绝啦，前一种嘛讲着嘛，适可而止。这种嘛是甲人讲要适可而止，老祖的精神就是要适可而止。若以儒家来讲是安怎？以民主来讲善政者服上平，就是讲上平就是上好的刑法，代表啥物？最上重嘛，最上重那是要服上好的刑法啊。以儒家来讲，高战的人善战者，引起这个国家战争善战者是要服最高的刑罚的。莫想讲善战者足够的，你真正不去以性的心中大罪人啊！所以咱莫想讲，这是我使命啊，我能力啦，以天道来讲大罪人啊。上好是安怎？不得已才用之，不得已用的前提，爱平淡为上。这是即种要甲人讲的咱来看，我打一寡事故啦这个蔡英，这是咱三字经有读着嘛？蔡文姬能辨器，才女之一，这个蔡英就是蔡文姬。伊的父亲嘛，算是做大官的，蔡英，你讲起来咱有咱像有人形成做大官的啦，才女父亲搁做大官，其实伊的身世真坎坷呢。我难兄辱落来，震惊难兄辱落来，看伊有才情，就来掠去。伊是去红掠去红掠去匈奴，就是红掠去做山寨夫人就对啦。爱伫遐个生，伫中原无生囡仔，伫遐有生囡仔。叫伫遐生囡仔了，想讲算了，我有掠去遐，我伫遐嘛安定嘛，家己家庭啊。最后做就甲伊赎回来。我强迫叫遐回来，咱来看，伊这就是一个悲愤诗啊，简单讲着震惊，还有伊的我的心情。这这段真长，就我甲结论就好。就讲大雅为成业所向，识破亡，就是讲人震惊啦，头前遮一个场景，看着拢是破亡了，战争无铁，尸骸上天，就是讲。因斩杀没有在遗漏的，国家在赶尽杀绝袂看对象的，无节就是讲拢无剩的，袂互你遗漏的。尸骸尸体靠伫遐骨头骨通咧支撑，甲撇到滚的，马鞭天南去，马啊，迄头拢挂伫马顶悬的，看这战争战甲，迄头拢是挂伫马顶悬的。
代表讲啊，死无全尸嘛。这让亲眼所目，下小就一波更强骗的呀。这真的是残酷啊！哦，马后再妇女就是查甫害死，查甫拢压落去啊嘛。哦，长驱西入关，险路回路险且阻。哦，就是讲伊用阿里伊个所在非拢是非常艰苦的啦。环口庙名言刚回归庙户，哦，就是讲还是要看，就是讲还是要看过去之前安怎，是看未来安怎。现在规身躯歹了了，肝脾拢大了了。意思讲，甲因共平啊，几乎无一个是好个啦，是要藐视迄种因红起来迄个是会惨状。最后，伊啊，就无简单甲盯落啊，搁要红，伊叫伊转去尔，是讲囝儿当带转去哦。所以伊迄个背景，做错要甲伊叫伊转去，伊转去就伊转去尔，囡仔会留咧。你看做母亲，这啥物款的事？啊，古早无像即马要敲电话，要写批足方便咧，一分别就绝对是哦，永远歹见面啊。啊，囡仔较细汉，哦，伊的辈分是啊，大概继续写，哦，就是甲因囝离开啊啦吼，尊王永怀极不吝以及时，啊，永远拢爱分开啊啦，我真无忍心甲你来分开，你这可我。我见啦吼，而且包括其他拢知啦吼，现在拢有大人咱调调，啊，较细汉个，我咧等咧，哦，这场是咱想象啊。因迄当时我先生代志是妈妈你要甲我离开啊，但妈妈咧让我哋问母欲何之？问他会去倒位？妈妈就讲吼，人言你当去啊，这个就是对伊讲在伊心内话啦吼。哦，妈妈要离开啊，去国有万事。难道还会有回来的时候吗？你嘛知无回来时阵啊，阿母有上殷切，因何也不死？这应该是站在儿子的角度嘛。他们平常不是都很仁慈的吗？竟然一起来在你付出，这种非常无奈的代志嘛。一个震惊、烧杀掳掠，最后都家破人亡，最后是生离死别，一直刚刚一上演下来剧情。永远都是无可奈何，对吧？所以丁家不雄之皮呀，哦，这是边描述咱给咱理解的代志啊，绝对是不雄的。再来看李白大诗人啊，讲哦，李白这首啊，赞成了啊，来描写。精神无意时，也正激倒数。白马分明向天飞，乌烟独人墙，闲飞上挂乌树衣。树尊多草莽，将军通米味，乃至兵者是凶器，性命不得已用之。哦，来诗声哦，真好听嘛吼，哦，写得非常的好，精湛啊，无一停的啦，压阵哦，耳朵拢拍到细无记的。所谓白马和鸣向天飞，所谓赞美马上仰天长啸，马也嘛是有机会啊。啊，顶悬嘛飞翔遐个飞鹰，哦，还是秃鹰之类的，啄人场，拢感觉真死人咧，人咧登陆咧，哦，鸟鸣不影响，哎，啊个伊种会家了都飞去嘛，闲飞上挂乌树枝，哦，迄种等啊多种家飞去天空顶挂咧树枝顶悬，咱想象迄个场景吼，树枝顶的拢挂拢是人来登陆咧吼，我之前嘛讲过士卒屠草嘛，就是讲草莽兵总讲即个士兵即个烧出来是将军的尸体啦，将军同意，将军他什么都做不到啊，他也无法改变一切啊，所以最后这个古话跟他相关的，卖兵者是凶器，兵者真正是凶器啊，这种道理大家拢知，即读册人绝对知的，要讲互咱去了解。性命不得已拥挤，别当随便发动的，哦，所以从古至今，震惊不断的发生残酷，咱拢讲咱在汲取历史的教训。这句话意思是讲哦，这句话意思是讲地位人叫做你
解啦。有一个大哲学家，伊讲过，讲人要汲取历史上的教训，但是呢，伊咱唯一较惊人世界到来就是人们总会忘记历史上的教训。拢讲咧历史的教训来记，你人永远拢是袂一定会做到。想到是安尼，拢顾家己嘛，是顾自己就好，顾家己的情绪，拢顾家己心中即个不祥的边。所以即种呢，其实咱要抓一个重点，咱若会当对即种中，把咱心中的边甲伊摕掉，咱就算是所过修息真济啊。咱继续来看吼，不是。咱讲到本大部分拢是以人为主，当然嘛包含万物，人是主体。正经即个物件，人是大部分的人拢是袂介意的啦，万物嘛是袂介意的。经是种有讲过嘛，你过去了，全部土地拢袂生啊。大军之后必有凶猛，像咱一定有凶人呢。因为正经人手无够，就是农夫开始掠，农夫一掠去，种丁一掠去，田拢免种啊。所以正经过了，土地先互破坏掉，来无人去种植，无种植就至少1-2年袂生，1-2年袂生，即个要来重新翻作，要来放进去，要至少有3年的希望。全部的设施无人换，所以很容易有旱灾、水灾。所以大军之后必有凶猛。不同也全部拢可以来啦。咱看现在可以啊，咱嘛想啊，正经是关起不要紧。头前就有讲过，咱拢爱有即个责任，把咱心中的边来康复。每一个边拢康复落来，以后若真正讲到要正经，就拍袂下来啦。每一个心中拢早就无即个边的即个存在啊，就算是不得已国家派来去战争，讲实在，那双方两边的边拢无迄个死吼，拢应付尔啦。双方拢应付，大部分拢应付，其实战争很快就可以结束。就看咱有即个心，通互咱心中即个边，有咱可以的即个边。所以以下咱再来往内来看，咱敢是真正互可以啊？咱若真正互可以啊，代表咱心中即个边，就真严重哦。所以咱看起来比较不爽，人家讲不爽是啥？讨厌嘛，好像讲物过恶之啊，大家都讨厌，想看咱家己，敢是人拢讨厌啊？咱去想这哦，当咱若去即个所在，发现本来真老热情啊，我是去着点，本来很热络，我是去着冷冰冰，甚至背后拢会听。有啊，听过一寡迄个事实啦，当然是了解公司啦，讲伊个厝海中上，伊有一间就来，就听海边就讲我迄个转去啦吼，到门口我就好听着一句话啦，听着因个查某囝甲因太太同我讲糟糕了，我们的好日子结束了，你唔好听着讲真正最严重啦，拢唔知家己吼，今日是惊到死。拿起灯来，让人讲我们的好日子结束了。所以咱情况，咱是一块的人啊。咱拢讲，有的人就亲像迄个冷冻土嘛，搞遐所的顶滴滴，无就是人足紧张的。但是有的人吼，就亲像迄个春风共款，所以有一个成语叫做“春风有脚，有脚春风”。为了像春风有脚，给咱死结起来。搞事大家拢欢迎，所以咱个情况，咱是啥物款的人？这是咱家己个知呢，别人讲拢袂准，这是咱自我反省。咱敢有误过二字，人感觉误过二字，所以呢，咱去看这个环境，咱搞这个环境，咱家己就知影。你搞这个所在是和气还是变气？这唔通个自欺欺人啊！唔通讲明明，你感觉大家都可以啊，你感觉大家对身躯平拢非常有压力。自欺欺人讲，我拢都唔对，就算是无唔对，但是嘛是对咱个改善咧。但我家己更较好咧，咱互人有真大压力，爱做到安怎？对我像易经咧，艮卦所讲，天一言不用一。
我就是山的意思啦吼。山是上较稳重，稳重到有人没有发现它的存在。咱搭伫山顶，其实咱毋知咱搭伫山顶啊。山是人脚踏的，但是山非常的重要。山有伊威严啊，但是嘛是足亲和的，有威严的，足亲和的。所以伊兴，这是文王讲的，兴，你要做较兴，要更我的精神就是要行到即个定。伊比如讲是家己的，家己的住所，别人行到咱的住所的定，伊袂感觉有人伫的。其实人有伫的，啊，想是袂感觉有人伫的，但咱伊足亲和的。来阮兜仔想行因兜的灶骹，一点压力都没有，亲和到这样子，因为大家人为人较无亲和，都非常有礼遇的观念。甚至伫门口大家趋而避之，通停留就毋通停留，莫讲行伫人的店内底，所以行其庭，不见其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重点哦。讲到这台湾当然，其实就是爱。讲台湾的父亲嘛，台湾的父亲，因为台湾细汉厝就是安尼啊。台湾真是了解臭大啦吼，台湾细汉，阮兜真正是规条巷仔人囡仔怎拢当来种的，安怎种安怎喷都无要紧，这就是有台阶就是有即款的和气嘛。所以咱来看，咱要是还可以啊，咱敢有做到行其体，不见其人。若是讲拢顾条着我的财产，我拢袂当侵犯，无伊就袂当侵犯的啦。那是你的心红，侵犯其实本来就无即个概数嘛。咱莫有这样子概数，概数是咱就是有边哦，爱记哦。咱若感觉可以啊吼，咱拢有边哦。优德者不出，优德者不出在什么所在？我来第一个，有道者不除。第24章讲过一模一样的话，对啊，一定化学书本篇有3个所在讲同款的其中一个。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除。拄啊，这样综合第24章所讲的，不处理这个所在，咱讲的是。多余的自我，因为第24章讲到，不自见，不自是，不主观，不自见，不自是，不自我，不自观。所以咱不处于什么所在，莫带伫咱的自我，有自我嘛是感觉叫不得已，但是平常拢是无迄个不得已。总是咱家凊彩放出来，已经嘛有人讲着爱趋吉避凶，上界凶的代志，伊就是自我嘛。无迄个代志，无啥物件比自我更较凶残的啊。因为有即个自我，以后全部的罪就是才生出来。已经有讲降啊，会自取灭亡。已经有讲迄个恶不积，不足以灭生。就是讲灭生的是自取灭亡啊。自取灭亡的前提是恶，你恶若要甲伊累积，是一个灭亡的哦。但是咱平常时就是看消灵变消神离乎？消灵就是看到好代志，你刚刚讲的这部电就无要做。你善事无做，故就变恶啊。你善事无做，就是去做恶事啊，不断的累积，恶不积不足以灭生，反过来恶常常积，久了就会灭生。那他有点是个趋吉避凶的呀，所以咱这边当中不了解呀，咱这边当中可以注意嘛，所以优德者不出，咱常常处理这个我跟你危险的所在，人生有真侪痛苦品质，当然有天注定，当然有咱人格。但是不过较侪是咱自找的，庸人自扰之嘛，自找麻烦，自讨苦吃。常常去找这常常去互咱的自我生出来。
西方的大作神曲，咱讲但丁的神曲嘛，是这几啊百年哦，因为甲人性分析甲非常的彻底，讲人有七大罪啊，七大罪，其中呢摆前四名的，前四名就够啊啦，就是啥？就是骄傲，骄傲是一大罪咯。骄傲是对来的，这世人拢骄傲嘛，我好啊，这有前后呼应的哦。自见就是咱家己的见解嘛，见解你拢认为非常对，就是自私啊。你如果非常坚持就是自我啊，到最后你搁自发，讲我见解是够对的啦。这是一连串的啊。骄傲可能更七宗罪上大罪，你自我。你骄傲，因为自我所以你骄傲，你骄傲了，你就是佮意识到你所认为对的一切，去影响到一切。咱知一切真相是应该是无自我的，因为当一切若无自我，这世界才会相合；当一切若有自我，这世界就才和平相处啊。所以这是第一大罪自我，第二大罪嫉妒。咱若想讲嫉妒不要紧，咱若想讲嫉妒是咱的基本的情绪。因为嫉妒嘛是大罪哦，甚至古早咱拢知嘛，古早迄个可以休妻嘛，大代礼记哦，正是话后边的哦，大代礼记休妻嘛是共款有七出之状，伊拢是用来嫉妒呢。妻若嫉妒心伤用夫是当体会。当然，迄个时代背景可能个其他条件，这就较无免比啦。你是有人知影讲，当咱使用这嫉妒心，其实是无应该的啦。毋是讲有啥物条件让互咱嫉妒，当咱起这心，咱其实要甲降服啊。咱莫想讲对方对不起咱，这嘛是拄成嫉妒的人，是嘛是嫉妒的啊。看了别人叫我去发心了，就无欢喜啊。任何情形，当咱的心会。感觉比较袂无欢喜，这个是一种要甲对方想要甲对方压落来，想要互对方讲啊歹听的，互伊受苦，这种是一种嫉妒心，这种是罪啊，拢是多余的自我，有德者不处。第三罪3，贪婪。贪嘛是大罪呢，头前当初讲着嘛，贫穷取一点点，然后贪婪无所不取，有啊，善良人跟咱破坏嘛是这样啊，点到破坏世界上害者是好样人，所以贫穷造成的伤害有限，贪婪造成的伤害无限，这要非常的小心。第4大罪，第3、第4应该是都有可能的名次的，暴怒、高生气。你在想讲呢，好像每一件都戳进咱的心中呢七宗罪为什么随便？现在跟咱讲，不要，应该让我弄定了。暴怒、高生气，暴到不要控制袂了啊！伊爆发出来呀，嘛是遮所讲的点啊。这种是不祥的代志啊！咱想讲，咱跟咱无关系啦，永远。较不祥的物件斗阵，就是咱来不处的啦。所以咱的好强、好武、好气，拢是边缘作为啦。咱的这罪，咱控制袂了的情绪，还是咱的想法、不正知正见，拢是罪哦。拢是遮所讲的边的不祥，有道就是袂徛这个所在。想要讲卖徛这个所在，因为就是。祥和破坏掉，也根本的原因，咱讲天地之间有正气，天地之间是有和气，这个和气破坏掉是不较好的代志，这破坏掉拢是自找的，家己的冰强烈的情绪，有法这前几日特别强调这个代志，要互咱深刻的认知，今仔日这项一定要学，咱其中的冰一定要提出来，是外口的战争。但是讲，咱自身的边地方甲人谈，嘛是讲边的，
注意哦，毋是感觉讲我暴怒，我情绪足强，爱注意。另外一种兵嘛爱注意，叫做爱兵啊。毋是讲我今仔日出歹个啦，我感觉我出歹个，别人惊着我，家己爱注意。啊，当有一天你做哀怨的时阵，逐工拢感觉天个，逐工拢感觉全世界拢对不起你，每天都哀怨的生气，感觉家己是全世界上较不幸的人，拢感觉全世界人拢对不起我。咱拢嘛知，有时有这种气氛嘛。一个家庭，若有一个人有这个气氛，这是不是规个家庭也毁去？免一定爱外口的兵啊，外口的情绪啊，有一个哀兵敌的，受不了就受不了。甚至这个哀兵爱到什么款的气氛？冤家就伊，迄个气氛感染落，甚至拢会讲，甚至莫讲出来啦，心内拢有这种感想，就是下辈子不想再见到你。哀怨到这样子，你看，当对方有这个心，就算我讲出来，咱感受嘛感受袂着。一个团体、一个环境，有人有这种心。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我一人我的就感觉我痛苦，有你我就很痛苦，死了也想要远离你。这种气氛是非常无好的。所以嘛想讲，咱无乐观，无法去无要紧。咱若厝在悲观的艰苦，咱嘛影响偌济人呢，甚至造成偌济气氛无好的。有我之前同我我人去拍戏，我嘛感觉拍袂歹啦，就是讲着曹丕甲迄个甄夫人，因为最后然后关系也无好嘛，因为足侪因素啦，互相在抱怨对方，咱嘛知嘛，做皇上做皇人，要他死就简单个呀，伊玩到最后可能嘛袂来处死啊，伊嘛袂惊，到最后嘛袂惊，伊嘛在那把他刺死，哀兵哪会惊啊？咱拢嘛知嘛，冤家到最后，你无话通讲，代表你话通读起来足艰苦的嘛。你话吐袂出来，甲你整理，这是冤事，咱嘛是等于甲中国毒素拢食入来的嘛。最后甄夫人就甲伊讲，你要甲伊刺死的嘛，对无？甲伊讲出轨之外，下辈子不想再见到你。那我好了，你们看，得病了嘛？气到你死嘛！然后讲一句话，下辈子不想再见到你，有好被刺死，都在给刺死也惊，你不能给回一句，我讨厌到这种程度，所以咱的心境要不断的开朗开明，咱莫流行着负面悲观的情绪，这嘛是咱的功课咯。来看后一段。兵为官不得已用，开始讲到这个兵者不祥之气，就较是用遐诗句来讲的。咱第二段兵者不祥之气，咱再继续去看，这不祥可能来自啥物所在？开始不祥，真正不祥，免讲咱就知，但是咱袂当搁无研究，搁来看有啥物款的不祥，是安怎这物件造成不祥？头前有甲咱见过一个概念，就是兵，就是咱心中任何的不满、任何的情绪，甚至互分归类为罪的物件，拢是咱的兵。因为这个代志，咱人只有心动，咱会用啊，哪有咱的心量？但咱的心量，当咱的修持无够，咱的心量较低的时阵，这拄着才互咱不断累积这个情绪，互咱到最后才会爆发。咱拢讲忍耐嘛，忍耐，到最后嘛是崩溃的啊！想要这个人忍无可忍啊，他会怎么爆发呢？所以每个人拢有可能会破火的时阵，确实，一破火就是双方就开始，咱拢讲嘛肆无忌惮啊，
无后顾之忧啊，因为我拢已经破过，我豁出去了，所以咱重点爱互伊爱破去啊。咱真有量，但是拄着，互咱非常挡袂牢代志就是这个冰，咱的冰嘛足济，就容易破过。像咱共款一件代志，你听着真艰苦，有人听着袂艰苦，袂艰苦迄个已经较好过啊。艰苦迄个是我我小忍耐就吞忍一下。若搁第二遍，伊搁艰苦，共款的代志搁袂艰苦，搁第三遍，共款代志就发生。当然嘛是袂艰苦，迄个会当躲较久嘛。你定定家己艰苦，刚刚拢做艰苦的。拢感觉讲我爱修持，我爱忍耐，我是修道人，不断安尼说服家己。是咱根源无甲掠起来，根源是冰爱配起来呀。你直到互伊做咱心中的不祥，咱想要做一个贪婪的人，逃避了七宗罪嘛？为什么我们要贪婪？我们要暴怒？我们要嫉妒？这都可以选择家己无需要的。所以咱知讲，一定这互咱造成不祥嘛？不祥就是纷争的开头。知影不祥啊，为什么还不去把它拿掉？因为咱用一样特的代志，袂当讲我就是真袂记了，我个性就是安尼。伊是有做侪代志，我那家己你慢慢修正，无迄个讲完全做袂到。咱才是较大的部分，若较细的部分呢，得意忘形，这嘛是一种可能的不祥啊。头前讲着咧。正大的做，正大的种事，这是冰。但是其实咱心内较细冰咧，咱嘛知影嘛，冰嘛有大只较细只啊。这是老百姓对啦，咱掠一个较细只的冰，慢慢就造成咱的破坏。得意忘形就是啊。原来咱真欢喜，咱得意忘形，就感觉做啥物拢会当啦。这得意忘形的结果足济啦。有啊，今仔简单举两个例啦。我想我下20今仔无来，我就较闹脾气啦。前几工讲啥物骹搁受伤啊？迄就感觉真奇怪，像我伫厝内底嘛会受伤的啦。厝逐工安尼，厝放啥物物件，楼梯伫倒拢知影，可能会受伤啦。就是安怎得意忘形嘛。就感觉代志做了会当休困啦。就开始乌白撞。讲总甲去踏着楼梯啦，踏甲讲拢袂记啊啦，2、3工拢袂记。因本来就无啥物代志，互家己受这个伤，不祥嘛。你得意了，控制我都控制家己，忘形不祥。加这个部分，靠心念。意动就是要爱动啦，就是指讲咱的心动的时阵，咱心动有心动无人知，但是呢，妄念即嘛是常常是一种破坏。当然这是可能慢慢积少成多，也是讲咱事后去想想，刚刚是一种真丢脸啦，真见笑啦，真不应该的代志嘛。这可能咱心内拢是一种负面的情绪嘛，负面的。阴影啊，其实最终是不祥啊。这边有啊，家己闹去啦吼。有啊，旧年我参加一个个别性，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咱拢知影大家族几百个啦，个别性。个别性啦，虽然讲是有咱特种的意识，但是诚侪人其实是特种的人，所以其实。迄个亲族，你送来，你行来头前，你甚至係跪拜仪，拜殿，其實咱拢無為人動作，拢無是講解釋啊，甲咱動作，甲咱特種嘅動作咧，伊禮嘅拢還未熟悉啊。像我哋特種真久啊，即係你直接落來講攏無問題。像我較發覺就是講，真濟人嘛，但係講到拜殿嘅時陣，就都驚。叫我家己无注意，咱就歹看嘛。即我就非常注意，看啥事叫，叫我去拜殿，叫算是
孙培尔，你大概搞起来，讲啥注意听，注意听。哦，你到这了，我听到啊，哦，孙婿拜年，哦，有啊，听到书语就听出去，你听出去，有啊，感觉，感觉边好啦，哦，就顺理成章好起来准备展示后学，是认为很熟悉的礼节动作，哦，还有讲啊，作为一位哦，后学都很熟悉嘛，包括那个动作、穿礼服的动作。他头前人比起来，感觉哎呦，动作就是不一样的哦。哦，比如他心中体谅我们的心啦。哦，对，跪拜饮料，手包括退茶，或许他刚刚应该动作应该是没有失礼，把他醒来想就行了。哦，相较于头前人，跟你这个爱礼那个，啊，有啊，其实他好像立这个标准了呢。哦，有啊，现在是有这种，一类来讲，好像做的还不错的，心中起了一点点得意的心呢。有啊是讲，拢无人讲啊嘛吼，想讲有个太太应该有看到啦，想讲应该讲我今日表现还不错，哦，有啊心中有这样子的想法，异动的心啊，有啊心中起的妄念，有啊太太来甲我讲第一句话，你刚刚很失礼呢。哦，你甲讲我拄则都失礼。我到底做伊做唔对啊？哦，所以讲像我脑异动的心理时，其实家己心里家己拢唔知，还在沾沾自喜。伊就甲我讲，你后壁起来是姐夫呢？意思是讲我怎么可以站在姐夫的前面？哦，我家己怎么徛过去，只有我徛。所以讲这是一个小细节，因为像迄东西，冇讲，这是属于叫我起来呀。但是，敢讲唔管，这是我爱注意的。哦，所以叫你平常你家己要注意，家己嘛爱去注意啊。哦，所以完全袂去讲叫他自认为表现得不错，别人一看，马上看到安尼发掉。咱心中的妄念，拢淡仔想好的代志，拢淡仔想家己的自我，是别人的心中看到拢是咱的个性啊。所以当咱家己个性家己人唔知，家己起这个心中的妄念，你看咱得意忘形、沾沾自喜，搞最后家己有这个过程，你都唔知，这是边想不雄之气啊。那我们现在不雄，但他得意忘形，家己都唔知，这讲出家己是个人才，认真来检讨自己的功量，那就是理财啊。所以事后有关心对呢，当下起这心情啊，就歹看啊。我起这心，我事后来检讨以前的自己，都觉得好可笑刚刚人生犯罪这个都前科嘛，这嘛是了来前科啊，心气这个模样还是拢前科啊，是很可笑的代志。所以大个所在其中最要注意小的部分，咱每一个心量，拢是在不断的变的累积，拢是不小之气，所以咱非常的一个拢来除掉。非温主之气，影响不上之气，非温主之气。这就讲对啊，温主毋是爱这种物件，咱掠，咱讲有这个心家掠出来，这第一步功夫啊，咱该知影，温主本来就是无伊爱这个物件。咱今日自诩为修道人，本来就是咱爱这种顶起来不上之气的物件，因为温主是徛伫死的所在，毋是徛伫活的所在。这活的是虚活的，君子处其死而不居其活，这嘛是老师讲讲，徛死的，所以咱看到原心不净的时阵，咱会看出身体的无清气，看出身体其实是无水，这是有教的观念。人是无水的，人是无清气，所以咱上细看拢看得出来哦。当下去看，咱人每一个部分来放大，当经的是放大，当经的是被放大，拢经不起的，这个水的来放大，拢有很多的缺陷瑕疵。空词，这是一个空间的放大，时间的放大，时间放大以后，脑体、细体、软体，这是时间的放大。
拢是换钱的，啊，就算意外的放大，再较水的一个人，咱来破。有啊，有看过或者刑案现场解剖照片的，有当时啊，过去的是年轻女生，哦，啊，家解剖了以后放遐相片，是点仔特别水，哦，破脑、破身躯拢变出来，其实水的一点点的这个表皮啊，经不起时间、空间内外的检验，啊，所以咱看出官身不净，咱就知影咱袂执着，袂爱取，咱就袂足好嘛，这是真好理解的代志啊。咱关出来啊，啊有感想啊，就袂去执着啊，啊共款嘛。咱知影不祥，咱即摆知影变不祥啊，后面讲的技术的变的不祥，毋管是一个事啊，是咱的心理心内。拢知这情绪的物件啊，拢是非常不理性的。这种不祥的代志，所以咱特别袂去短视的去搅和在一起。拢知人的情绪爱物欲、喜怒哀乐、爱物欲、七情绪，人拢平常教做伙，拢是为着要互相去取乐，拢是讲啊欢喜就好，是讲一寡笑话的话，讲一寡轻松的话，讲互日子较好过的。不断的搅和来搅和去，其实咱拢知嘛，想要互关系较好，较袂冤家到最后嘛讲冤家啊。因为这根本人的情绪就是不成熟、不理性，甚至讲人的情绪就是很幼稚的。咱要互咱幼稚的心因为得来成熟，咱互咱幼稚的心不断甲伊搅和，短视近利的。要表达的就是，咱知影情绪爱到底，知影情绪无成熟，所以要远离这个情绪，好好来修咱自己啦。与其去搅和这个情绪，不如平常来修咱自己啦。咱官身不净，官兵不详，应该爱咱跳脱出来，无需要去教做伙的。因为人互相开面教落去吼。咱这是教非常时间教得非常长，甚至有阵时啊，都身不由己，来讲我事不如意，所以讲全部拢无需要啊。人这么济非自性所生发的物件，都没有搅和的必要，要互它跳脱啦。这叫做爱分出爱依实，无依法，实会较了解。咱拢看得出来，变的不想看得出来。关心不净，心会不想咱看得出来，为什么不跳脱呢？都找理由不会跳脱，这个不想，不应该啊。再看什么？要不得已用之，其实不得已嘛是指最后的手段啊。老早个人才讲着不得已。因为这世间事无迄个一定的，头前讲着各离不得已，但真正要爱这个各离，这个各就好，不一定拢是不得已的，毋是我要去强求的，因为不得已，不得已是最后的手段嘛。什么拢做袂到啊？这意是停止的意思，阮无法度去停啊，不得停止的就不得已啊。这个局势一直进行，无法度停止啊，不得已爱用手段。这嘛是讲到咱的自私，因为这句不得已就好用呢。有人拢会想讲，我做啥代志，人来讲你无应该迄个离经叛道，你无应该无照规矩，无照戒律。国人拢来讲不得已的啊，这句话可能变成新主版的。所以，拢说讲这句话真好，但是无朋友人起来做新主版，永远烟幻子弹打不穿。咱今日安尼意思就好嘛。咱拄到任何批评、任何指正，咱讲我不得已的，咱就趁对方的处了嘛。咱讲这不得已，把对方在你想，免甲你破你这招，所以讲。
咱唔通滥用，唔能讲什么拢不得已。所以讲呢，咱来看回头咱刚真正有滥用，就较咧依出钱的标准，咱若是为了家己，这就毋是不得已的。拢为了家己去想，为了家己的始终做，为了家己的偏袒，为了家己的自私，咱讲啊遮好听，这就是不得已的，要直接打叉，这无迄个不得已的代志。这咱家己，国家己靠标准的哦，毋通啥物拢凊彩哦。若是表面，毋是为了家己，表面呢，但是表面拉开，其实嘛是家己的，迄种也是打叉。比如讲，咱讲迄个，做事做啊，国一个人拢会讲，我今仔日无食菜，是因为食菜足贵的，所以我不得已，只好买肉。其实这是理由嘛，这毋是家己啊，我为着要想要省，我为着经济，对吧？讲家己我不得已的，但这是最后表面尔嘛，实际上也是家己爱食嘛，家己无想要食菜。我今日为了健康，所以我破戒。为了是个健康，听起来我是为健康的，我是道理有啊。我今日为着家庭，这个家庭希望我安怎。当然不只是受是人，就是讲有多侪因素，咱同咱提出来，听起来真有意义。学生讲，我是为着。我是为了功课，所以我安怎。所以咱看咱背，咱来看咱这个讲出来这个意义，敢是真正遮尔啊重要？这个不得已标准是爱非常悬的啦。咱来观看安怎？爱处于优德者的心理之下，咱是要捍卫正道。捍卫正道叫所谓不得已的。毋是要成全家己的私欲，来讲这不得已。咱捍卫正道，咱爱想讲，我复杂，其实呢，伊咱优德的是条台湾就好，咱是为了要成全咱的是条台湾，这是捍卫正道嘛。为了要捍卫正道。叫我所谓的不得已。我刚才理解这个，譬如讲，咱讲君子善与人为善，迄本主就是爱甲人好啊。但是咱要希望这个好的人，伊就正明显、存心不良，这个好来就什么？先专利。还是甲你摒弃，我想甲你摒弃啊！这时阵捍卫正道，这是真正不得已。就是讲我今仔日讲无去传道，无去讲经给人啊，伊会影响到伤大。是交台湾的，譬如讲，一个起诉的做法，今天那起诉的做法，我不可能都会应用啊，我要甲伊切割，不得已的。这是最后的手段呢。所以这不得已，有啊，就比如讲，上爱用最后的手段，上好的标准，唔通清清楚楚的讲出去。领主嘛讲着嘛，是权呀，手言之以手，草掉下去把它丢下来，这不得已嘛，是权呀，这个权，像领主提的这个，当然也不是为自己，也不是表面为自己。你像是捍卫正道，这正道是啥？仁义礼智嘛，对吧？所以这是有我记者了，咱去思考，讲咱遇到代志，家己要凊彩，要讲不得已的时阵，也是别人讲也是不得已，到底咱真正是不得已，咱就来去想啊。同款，想啊用不得已用字嘛，大家讲一定都要用的所在。头前有我念比我来这个来看一下，因为呢。君主，这是领主
文字其实真有用的，会当互欺骗是种。文字互欺骗，其实伊知，伊嘛接受，伊嘛袂甲你戳破。但是呢，你若要用医道来甲你陷害，还是会惊你骗倒伊啊？文字是袂接受的啦。咱拢嘛知吼，修道人真好斗阵，有啊，定定拢甲囝儿是讲，恁拄着同学个，比如讲，咱非常无共款的，无要紧，你甲伊做朋友无要紧，但是伊若要叫你，比如讲要叫你，做咱做拢无要做代志，你就来讲，我可以当你是朋友，我可以去陪你，但是这些事情我不会去做，因为你叫我惊非道的代志，我会当陪你做你的朋友，但是你叫我做这个代志，我袂当陪。这就是人讲以为义道啊，咱要袂当互听这个道就写容字，要用不得已的手段啊，咱要去甲人拒绝，不得已的拒绝，不得已要拒绝，为了正道在拒绝。平常时啊，咱免家己做听，做唱歌，咱免家己往多歹斗阵，咱拢不断的讲亏拢无要紧。有爱公司电话，但是拢来话，讲生笑，讲咱特种的摊位来讲主摊位，讲啥摊位，伊拢会讲，啊为着歹讲嘛，就歹听啊。对我拢讲无要紧，伊讲无要紧。对我嘛袂甲伊去我家。啊，迄个同事嘛袂对我讲，伊讲几个人啊？嘛是一直无事实的。啊，但是无影响嘛。伊要甲对我讲生笑，甲对我，咱同欺负无要紧啊。啊！你莫叫我行规正道就好啊。头前欺负，咱要讲不得已嘛，咱要讲不得已，我为了这个道，我必须甲你反击，这无需要嘛。因为道会因为一个人诽谤你，影响，唔通不通统以这个道的这招牌，我要代替达到惩罚你，这无需要啊。人往非其道的时阵，才需要不得已用。这不得已是门槛足悬的啦，讲来是用袂着的啦。咱平常时应该拢是用袂着的啦。咱的福报应该拢真好，要拄着甲要捍卫正道，其实上天不能真理啦。所以要紧的是恬淡为上，咱心中保持恬淡的心，咱其实就不需要去甲人争啊。保持恬淡的心，咱这个不得已的。了解的愈来愈活，愈来愈多。真正捍卫正道，咱会当跑得真好，因为咱连咱就是较正的徛做伙。咱知影恬淡这句话是来自于诸葛亮的戒指。淡泊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诸葛亮刻在里面，非常的水。所以其实诸葛亮。伊正经正厉害无毋对，但是伊正经可能是上厉害的啦。伊上较厉害是伊修持啦，是国家的证书甲伊个人的修持啦。毋是讲伊正经上高，正经是高无毋对，但是伊的证书甲伊的修持抓不到缺点。甚至这个缺点，咱拢嘛知，一个人要经过历史的检验无简单，诸葛亮拢因为2000年啦。嘛有人听要甲伊鸡蛋挑骨头要甲伊批评，后来发现你甲伊批评很难再发展下去，就是本来徛伫恬淡为上，伊若是恬淡为上，咱看伊所写的文章啊，其实互囝伊物件，会使种文章出来，甲你就徛伫这个道啊，恬淡为上，恬淡为上。当成这个完人了，再讲不得已，我身上不得已，拢不得已，恬淡为上，不会随风不得已，我把你修持好，修持不好，永远拢袂不得已。来看后一段，胜于不义，正经，讲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老祖甲咱交代，毋通赢，你都感觉水，你也感觉不美。是哪会无水？这是咱去理解所在。会感觉无水哦，因为我赢，你输，你就是感觉水啊。咱
地方感觉水，咱感觉有水啊。这本身就无正经性，本来就是袂水的代志。哦，人生因为啥物会感觉水？咱讲到正经，第一个征服欧亚非三洲的帝王，咱讲才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伊老师是谁？西方的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这亚历山大有些最好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是老师，所以亚历山大30几岁征服欧亚非三洲，成为第一个欧亚非三洲的一个大帝国的国王。但是30几岁就过身啊。伊过身了后，咱拢知这个故事嘛。番夫人甲伊双手倒在关外，有人知影讲，我这个大国王最后也是两手空空回去。我打下整个天下，最后两手空空回去。有法要记这个事迹，就来了解，最后什么上水？当初的亚历山大帝国不在了嘛，但是这个两手空空的事迹永远流传。所以是不是建立在智慧上的顶端较水？有啊，